桃园北地一间沙石场，去年防检机侵占国有地，今年阁因为违建防检机。桃园市农业局是表示讲，已经要求厂商要伫1个月内拆掉违建。桃园北地在家抢沙石场，除了去年互人检举侵占国有地、土沙夜夜飞以外，这回阁互人发现组架墙违建，影响居民的安全。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今仔日伫立法院开记者会，要向政府讨一个讲法。这种高的违建，超过5公尺的这个大违建呢，我们也看到，在目前政府真的是视若无睹竟然在违规检举之后呢，仍然还在继续再加高这个围墙针对土沙组架墙违建的问题，农委会讲，沙石场作业必须爱伫计划的范围以内。目前桃园市农业局已经确定在家抢沙石场违法，地政局嘛通知因限期改善。计划范围外的农业用地，其实当然就是不可以做所谓的违规占用以及违规堆置砂石。我们桃园市府农业局那也已经在10月19查复说，这个案子这个土地呢，确定是非农业使用。那我们已经在10月21号已经裁罚蔡家昌那同时我们命他1个月的时间限期赶快改善违建的组架墙爱伫期限以内拆掉，不过这道壁到底会使去偌悬？地政局煞讲袂出答案。陈椒华要求有关单位必须爱赶紧定出规则，保障居民的安全。记者麦尚英曾派文台北报道。